mi mi zi ve di ji ji re zi zhe me ge be wang bo jia be yang kan jian ge be zu jie zong ga ba lo san zha be xia la so wan de mi mi zi ve di ji ji re zi zhe me ge be wang bo jia be yang kan jian ge be zu jie zong ga ba luo san zha bi xia la so wan de mi mi zi ve di ji ji re zi zhe礼敬师长me及三宝ge 张问讯。王波家别样，看见给别做。同学请坐，把手机关静音。罗山茶别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妙相遍土，华山之大地，须弥世周日月所庄严，遍礼如平。好。丸。恩主有情共享，此界
全阿全波扎耶僧见东阿塔吉说色伽巴谢瓦萨灭苏。确定在今修究竟，全阿全波扎耶僧见东阿塔吉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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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巴谢瓦萨灭苏。确定在今修究竟，伊当古鲁拉那面遮拉巴尼亚达亚美。那首先，欢迎大家今天来我们广觉034第一次特意的请印度的老师来中心，所以大家如果是第一次来中心的话，都非常欢迎。和如果是老同学呢，当然就是欢迎大家回来这边。和跟大家讲过程的话，我们昨天才在跟老师在谈的，大概是我自己在老师的座下学习，大概今年已经是第21年还是第22年了，所以我们从非常也不能说非常小，可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有老师这样子从现光状元论、中观、戒论、俱舍、因明，乃至到密法，都是有老师这样子一手教的时候，所以这次有一个因缘，我们从自己在2017年考完格西去上面之后，回到南印度就有在努力的在与秦
老师有机会来到台湾，希望说我自己受益的一般，希望大家也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老师的座下，同样的有一样的受到的法上面的这个受益，所以我们是花了很多的心血，是在这个5年当中，应该是有少说也有至少有6、7次请老师来讲，但终于是在去年的年底之后，开始实际上去努力于说承办这些东西，所以当中有很多的困难也好，或者我们很多不知道的也好，或者等等来讲的时候呢，慢慢一一承办，是很多周遭的，我就不宣说名字了，是很多周遭乃至在于说出钱的、出力的、出心力的等等的来讲，我们才有办法这个因缘来承办。说大家这次来讲，看我们跟老师在这边所说的是什么？是前几天我才跟老师在讲，我们说说实际来讲，我们这一次来到台湾的话，说短也不短，长也没到非常的长的话，大概有21天的时间我们可以上课，中间有4天的放假，和我们会有21天的上课，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闭关，比我们去闭关去只是持咒或者不懂得仪轨，乃至叫你观想或者冥思，不懂是什么要去做的时候，那还不如说我们在这个努力的听闻、思维、获到启发等等的这个来讲的话，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后面的往后的3个礼拜当中，或多或少可以受到一些的法益，和我们会尽量的来，因为有很多我们经验也不足，很多的不圆满的话呢，我们会尽量的，所有如果有任何的金子的话是老师的功德，有任何的沙子或者来讲是我们的不足，可是我们会尽量的在于承办，他希望有这个好的起源，因为这也是老师他第1次出国，所以那时候我说在泰国要等老师在从那种人海茫茫当中，可以看到老师自己也觉得说那种很确信的说可以找到，那种来到之后呢，所以我们在这1年当中，我们大概所做的课程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早上就是以说希望说可以有心经跟修心8记，是以说我们在以大乘的佛法里面所有的方便跟智慧包含在这2者。和在晚上的话呢，我们会课程是什么？是以了不了一善说藏论，这也是以前在藏里说的，就是如同这是宗大师的经书里面，在宗大师18函的全集里面的话，像铁弓上的铁剑般的一样，把宗大师的一生的心髓，宗大师一生的见解，全部都写在了他的这本了不了一善说藏论。所以我们是以这个希望说多年，今年不会把了不了一善说藏论讲完，可是起一个头，希望说在慢慢的在未来的每一年都有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延续的在这样讲课。和老师的历史的话，我想说我就不多说。那如果说的话，那个会讨论到这个来讲的话，大家如果想看的，我们在中心的网站，就是在所有的这种公告上，大家都可以慢慢看到。和大家来讲，和大家老师，我们这几天所讨论的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老师就是常常大家讲大老师来讲，希望说是什么？我们大家可以不是只是单方向的，可以大家有双向的时候，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乃至不懂的，或有什么的话呢，我们每一堂课的来讲的话，我们会留个10分钟到15分钟，大家可以问问题。和大家我在想说，大家可能不用举手来问，大家可以写纸条到我的桌上。大家可以写纸条到我的桌上的时候呢，和我慢慢来讲。因为晚上，因为我怕大家是比较晚一点，我们是晚上7点15到8点45的这个中间的缘故，我想说，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提早，我们不要往后，因为往后的话9点多之后，大家远方住的人可能要晚上回到家都已经10点多了，那觉得对大家来讲的负担，我们就是7点钟。来进来，和乃至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我说如果大家没问题，我是想说什么？我们慢慢往后的时候，如果大家没问题，因为，刚开始了不来上说障碍，他是讲唯识的缘故，有一些是名词上面就
大家不懂，我会尽量来进来。如果大家没问题，我先把今天未来的一天的课程的名词先跟大家来熟悉一下，或会用的名词，我跟大家来做。所以大家这一次全就是由老师来讲，和大家也知道，慢慢老师他自己听得懂的国语的程度，大概有到我们一般的讲话他都听得懂。我只是来做一个比较润饰的，或者我来帮表达来讲，希望说没有任何的会错意。所以还刚刚讲的一样，常常就说像世亲菩萨所说的，如果这当中有任何的功德是老师的，有任何的过失是我自己的那样子，和所有来讲的话，那我们在讲说，大家在这个3个礼拜，今天的第一天的缘起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3个礼拜当中，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和一起学习的时候，在这3个礼拜之后，我们当学习涅巴格里诺周西也得根据金巴波，甚至根据年纪同学切拉相在了，同学切拉相在了，同学切拉相在了。那我要汉语，就是说2句话，可以吗？局长。这次我台湾来的目的就是，第一，他就是几年前要求我，首先不是讲课，就是寺庙里比较辛苦累，然后就是来台湾放松放松，所以旅游就是为了这个。所以，我自己呢，就是不太想来，然后就是后来他要安排就是这样的课，所以如果仅仅是就是这里休息的话，好像没什么意义。所以就是后来，他们计划现在的那个课。早上心经，和休息8颂，然后晚上的课就是变来不来实施的藏律。所以，我就这次来的，原因就是这个。还有，我听说就是这里的学生当中然后就是很远的地方，为了这次的课。然后就是来的人也有几个嘛，所以昨天听到以后就是真的很感动，这是第二。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介绍佛法就是1-2天介绍佛法的时候起不到什么作用，还有就是这次的我们那个讲课的时间也是。相比之下就是蛮长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会就是，很努力的帮助你们，然后你们也是这次怎么说呢？一定要就是努力的学习，然后，我认识的。你们当中我认识的，我的课听过的那些弟子，就是我的性格还有讲课的方法会知道的。然后就是以前没有认识的那些人，所以我讲的方法就是比较细，这不是我夸我自己真的。所以一定要好好就是准备。然后有些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点复杂的时候。渡不了这个关，对吧？然后就是过1-2天就放弃，不用这样。然后熟了以后，就是我相信越来越喜欢的，就是这样。其他没什么说。到当梦港做。
가서 그래 친님비 끌롱디 더 끌롱디 니 가서 그래 디시 림보 당시에 아니 림보 쉬면 그 비트는 가서 니디시 쉬바이나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在听法之前是要调整自己的意乐，最重要是调整自己意乐。他在调整自己意乐的当中，就如果不讲太广，把核心或者把它心要跟大家来告知的话呢，这个上级军的那个多个哪了？아니 친님비 끌롱 가디수만이나 요 치지요레스 치디 가르레스나 아니 레파라도 니엘라 일라 존시동 니체노라 템바자오스 레파라도 니엘라 일라 존시동 니체노라 템바자오스에 치디 산지군 도군노 가디이네요 다 친님비 끌롱 소디자니 끌롱데 디레스 끌롱 소야기 산지 끌롱 주동기 때문에 타데 디송요레스 按如果我们在所有的佛经看到的话呢，首先在调整意乐的时候，在佛经前面会说什么？善汝谛听，我当为宣说。在佛经的当中说善汝谛听，我当为宣说的时候呢，他这边就在讲说要调整自己的意乐，当要去宣说的法。这边以这个词句在佛本身的经典就已经在讲说要去调整意乐了。디나니다 가르수레 레버시비 치지요라 레버시비 치지요레 레버시에 디기 가르팅고 요레세나 끌롱디 주미마 규바치니 페나 차샤나 다리 치니미 끌롱 타바치르 소노타나 아니 페나 끌롱 페나 차샤나 니기타 페전디지 니니 아니 치 옌라 셰제 용지 르와 뉘도 페샤라야 딘디셰데 소노인 소손라보다 용가시 니기타 베제데 로주지니 신스치도 만타와지니 캐바차니 베 니라 쳔부 차구도 소손라보다 용 링가시 가르소레 끌롱 테마인비 끌롱 지티 치지에 간지지에나요 딘지기 끌롱도 만지바지네스 치니디자니 끌롱 레브라시비치디 간지 고레세나 만타 임비 세시마 펜실라 펜비체데 닝기 소손라보지 끌롱지 고레스 딘지 이자네 레브라시비치디기 치지그 돈에 도도시에바이나 끌롱 주마지마인바데 땡고레스 看我们在佛经这边讲说善汝谛听，在这个善的这个词在代表着什么呢？这个善的这个词就是代表说我们在听闻这个佛法的时候所调整的意乐不应该由杂染或者污垢所染污的。看这个杂染或污垢是什么呢？乃至我来这边听法是说什么？我要为了名闻利养，我是为了金钱，我是为了名利，或者乃至说什么，好像我是去听了跟人家不一样的，我累积了什么东西，乃至是为了任何的这种世间八法所吹动的话呢，这代表是什么？是我们听法的时候的意乐有受到染污，有瑕疵。那最起码的意乐或者最起码的动机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听的这个法是为了下世，或我是为了后世而去做。最起码的意乐应该是说什么？我听的这个法是为了后世的安乐而去听。第当不的切，但第十个字的卡查的有人呢，拉都是比自己有了吗？拉都是比自己卡的有人呢，安尼俺说去年比那个的了，先把现在没有啊，今年可riba joni rwa jeza ko linga yusong senamandu te ani tanda koro khatu chi karishi yega yena dito le semba jongu ya te tengo was radishi bitigi 那我们在善汝谛听里面的这个谛字呢，它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心不应该去分心，专注一致，乃至说什么呢？说我的身语意三者，或者说什么，至少我的这个内心在听的时候，不是去胡思乱想，不是去分心，而是专注一致的而去听闻的。但그런 데 든지 지금 지기를 위해서는 지고야 말해. 가르스 거선 치 타마디 가르요레스나 일라 존송요레. 디 뱀무시바 계시 뭐 차디오레. 가르레스나 코 그런 주민 마귀바 임바당 지체. 아니 내가 그로 카두 치님이 내가 다나가서 지지 지고로 봐. 지지 지디비 내가 될
去年比那个的了，别的三百这样都几年年个月那样子。第二，你告诉年下比短大的三个那了几人马下把伊呢，三个也不就马中嘛伊呢，三个那了几人马下把伊呢，你建筑个类似，但这一阵呢，去他妈的了，伊了总是写自己的，你上几个年比较吧的是，伊了总是自己那个的类似。看我们在佛经里面，他是说善汝谛听，如是持念，有这个持着这个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以上来讲说，内心不被杂染，不分心，仅仅是这样子的意乐就够吗？来说它是不够的，它还需什么呢？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持念，持念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纵使我们在听闻讲说正法的时候呢，它不被染污，专注的话呢，如果一下就忘失，或者没有把这个持为在自己内心没有坚固的持诵来讲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运用或没有用途的。所以在佛经的时候说什么善汝谛听而去持念，在这个来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刚刚讲的说不被杂染，专注一致，而是坚固的持守这个内心的这个意乐。但对于那了自己搞的有的是呢，但这个各种七八十的的类似。点眼巴的大，那么做了长期过的是哪里？按这个来讲，我们在佛经的前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可以说什么呢？这是调整意乐的3种特征。前面的那种善汝谛听持念这几个字当中呢，就已经讲到了我们意乐所应该要具备的3种特征。所以我们我们大家来听闻的时候呢，大家要确认。或者好好调整自意乐，说，我的意乐有没有符合这个3个的条件？但他自己定了这个结巴通都定那了，搞的有的是呢，然后年时的搞了年时的自己的各自家有的是，俺说别人那给些吧伊呢，干嘛解决了吧？年入几年小些各自家有的是，但那些今年伊了总是自他妈的总是的搞了，别的上几个数千不几年连完的干嘛级别给家的是自己你没的。因为我们这前面来讲说，在藏文我们说善汝谛听持念，这个来讲的话，因为这跟有一点藏文的文法，我再来说，因为它不仅仅是动词，它是什么？在藏文的意思是劝谏。这个说善汝谛听，这个谛听是什么？是劝谏说你要这样子的听闻。持念是它不仅仅说你要这样说，是劝谏佛陀从肺腑之言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去持为念说，他是有在劝谏的这个意思了。就是他各种基础的，俺说大家是跟这边去，各种基础大家是跟这边去。你当你大理学个点大的，俺说现在你们期间马基比年入的了，学个点大的了，点大2月是，记得现在你们库朗的这边给这去，你把地搞的有的是呢，第四种呢。아니 시라님 보고랑 그 노디데 사모토마니 있잖니 아니 사모토마니 그 된다 되다 닌로 딜랑안소 ngo지 니디 시르와 아니 코시라님 보 니실레온디 칼로코 돈이这些的机会用过的是我们这个以上在于意乐的话，我们就简单说这样子，就是以符合3个条件，重要的3个条件。如果讲正文的话呢，我们在讲心经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要说分2个部分去介绍。一个是什么呢？是心经自己的文义跟本义，我会慢慢介绍。第2个是什么呢？是心经所涵盖的、所包含到的空性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会分2段的，就是前面在介绍心经的之前，当然因为心经本身是般若经，它一定会提到空性的，会提到的时候呢，可是之后在介绍正文的它所涵盖的或影射出来的这种。空性的道理也会广为去跟大家慢慢去解释。但가르쳐 그래. 다시 다리 아니 가르쳐 그래. ngazo shoke gin cheji ting nanglo. 아니 시라님보다 로주 치지 민 cheji di yorba. 디 유디 짠이 다 녜기 ngaron기 레와 che바이나. 다른 간수 시라님 보대에 갈수는 하장 그 시차고 야부지 돈인 줘야 그래와 지금 US DCD 칼로님만 빼나 지지 중이지 지행이 시라님 비토로 땅고 전에
디 담보도 체 디기 디셀 하마디 아니 로주 시제 메토로 도야체 다 가르레스나 시라님부디 다 테바 침비기 일본 농체 토바시비 타디 용수 줘봐 취 뒤샤나 타신이는 디두거와 타신이는 디그 유디깔로 시라 그차 여기 가르소레 세디디 시라니 뭐 차디오와 디 제제싱이디 타기 차그 세디디 상추 세종 명아 디나니 베 가르소레 상추 세종 명아 초도 제바디 로주스지 마차디디 전에 제상 디니니기 고아디 야부지 차바 이나 아니 고 티징 그 통모 많이 비 타신이도 제와 유비 딱 깨자 참아 아니 다리티는 연구레스 시 사버지는 연구레스 和这一次我来这边的最大的早上的这个意趣是想到说什么呢？是可以跟大家细细的去讲到大圣的法，特别是在有关心经的这边。所以在这个21天当中，我自己是打算花11天或12天的时间来介绍心经，和别的时间呢，剩下的时间再来介绍修心八颂或修心八记。以这个21天，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把大圣的教法或者大圣的教法的精髓和总摄的话，可以总摄为什么？就是智慧跟方便二者。而在智慧的这里面的培养或者所要诠释的，我们把它的精髓或者扼要来说什么呢？完全就在心经的这当中。所以想说由心经跟大家介绍大圣的有关智慧的这一方面，而大圣有关方便这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去以内心去调伏为菩提心，或者发起菩提心的这种调整的这个方法。而如果把这个所有的方法总摄起来的话呢，它的精要精髓也都总摄在了修心八记当中。所以当透由般若心经以及修心八记的这两个配合的话呢，透过这20几天的这个介绍的话呢，可以说把大圣的不共或者大圣的它的特点，与众不同的这个特点的智慧跟方便，都在心经跟修心八记里面当中都已经涵盖了，或者把它的扼要可以再透由这两本的经书或者这个教授跟大家去介绍。담보 가르스나 다 시라님보도 제위 엔로 깨쳐지요 디 빼개침보레 종수 튀어나오고 지스디 和以下的这几句话是非常的重要，大家请一定要专注，是有关心经的精髓，所以以往下的这边要表达的是关键，大家请不要分心，大家请专心听。 nganzo 가르스고레 논지 따토바 상지 준닌디그마 송샤주 근도데라 용스 잡아들 치 가르베지 땅고 요레세나 치지 폼보 진치지 동시에데 베타 참미기 안조는 자데 바트와 친부 진치지 동시에데 어와 바완 선치진 세야데 디 가르레세나 코 디치레 가르사 nganzo 지 시송 잡고 쇼지레스 시송 잡고 쇼지 차디오레스给西当的不就学记的是？那我们一般大家应该都有听闻过，或者我们在讲说佛经的时候呢，常常讲说什么是佛经当中可以分为84000法门，常常大家应该这个是大家是耳熟能详的，就是说，大家说佛陀的教法是什么？是84000法门。可是这种是什么？所谓的84000法门是什么？那可以说是它是一种说法了。 有这样子的一种的说法，说84000法门。俺说南比正堂嘛了，你这当个青浦自动的了，长期为个青浦自动的了，门道这个双穷吧的意思，双穷吧的意思。那我但当部的搞差的意思呢，变那这张门有地位个变那，卡基市场嘛生意，这张门有地位就这个那卡基市场嘛生意就有嘞，卡基市场嘛生意第一个七级碰不的了，坚持嘛都下个月嘛的意思。 디 담보들에서 시과지 담보지에서 니바들 가서나 가지 시라마 마투비 제라마와 당 노데바도 소제바이나 테메가 전단님부디 제바이나 아니 당당가서 시에디비 침푸坚持 이동생에 차디오레스 다 디마인비기 간소 센삼바 인치기 변나 센삼바도 아마 로지바도 텐저와 도 소구제나
치지 풍부들 진짜지도劝你这个要嘛的是，青浦的别半都没把中没把几下个月的是。看大家我们听到的这种84000法门只是一种分法。我们一般讲说法门的分法，或者我们中文是用法门来讲，或者我们在藏文来讲，他说是叫法运，就是它分那个部分部门，就是可是我们中文翻的就叫法门来讲的话呢，我们讲到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许有84000法门。一般来讲，这个有3种大分法。我们如果按照佛教的4部宗义来讲的话呢，我们再有一个叫毗婆沙宗的这一派，或者有些人叫有部，有些人叫毗婆沙宗。毗婆沙宗还有很多的部派。那毗婆沙宗其中有一个部派叫什么？我们叫回教或者回毗婆沙宗，回教的回，因为那个时候是回教国家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是我自己补充跟大家讲，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带的。就是那一代的很多出现的毗婆沙宗是什么？就是他们所承许的法门就什么？他就只承许只有8万个法门，他们就只说有8万法门。而在这个以外的毗婆沙宗跟经部宗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耳熟能详，他们承许什么是84000法门。而这以外，大乘的宗义、唯识、中观。他说佛陀的法门有什么？就不只是84000而已了。佛陀的法门是什么？是无尽的，是无数的。何止是84000？是无量无边的法门了。不仅了，不只是84000了。所以在于分出法门的这方分法的话呢，我们大家熟闻是84000，可是不是只有这个分法，有乃至分刚刚讲的8万法門、84000法门，或者所谓的无边的法门。变到不恰身的虚白音呢？상지 쪽에 니기다 샤슈 징이 그 가오 그런 그 차오에 차되어 봐. 단 토바 상지 쪽에 니그 노데그 나로 만다 니 된거래. 지 가르레스나 상지 비니 모델라. 사가다 ngazo 벨류 츠바 있는 다 사가다 위체바 쫑아니 바델라. 아니 상지 그세 다친스동 그 가오니 된 추바레스 이야기 로지치 요래. 다 수도 현바치를 가리요레스나 아니 상지디깔로 다 그거 제니 로주 침바레스 다 로주 침바이난다 상지비니 모틀은 추바이난다 그거 상지기 년일이 유행 그 디세디 가디 차디오레스나 그거 상지기 년일이 유행 그 디세디 샤슈 유행 그 디세디 디차디오레 글로 예식 질레 그거 글로 예식 질레 제상 그거 글로 예식 질레 상지존에 되고 년일을 리디자니 드니 그거 쿠랑기 상지존에 되고 뉘니 치지포마 가서 튀어레스나 젠철하지 쿠랑랑기 상지군 뉘니 튀바 이세네 티 쿠랑랑 손여봐 디디자니다 코 상지기 년이 마페 빙이로 될 게시 상지비니 모두 그거 추비니 모님보데 디시 질 키디요나나 아니 코 딩엘을 론 예실 손상주기 치지포 되게 퀸튀요 말에 디지레 단 상지 라도 슈야기 디세들 게시 그가온 추비 온的钱啊 상지 라도 슈야기 천이 치매 바라도 슈비 디세들 딜로딜 그가 게신 추비 온的钱啊 아니 가서 로지실 하종기 상지니 송상주기 침푸 되게 그가 윈튀도요 말에 데메디 그가온 니네 페비 디세데 아니 론예식 질이디 칼 딩예로딜 상지 송상주기 침비 온조 그가 윈튀요 말에 디세디 디 가르타 땡고 그래서나 침폰텔 진짜지动我们切巴的第二个东西继续透过来是。那我们做一个譬喻来说的话呢，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所谓的阿难尊者嘛。阿难尊者也是佛陀本身的侄子嘛。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佛陀的本身的侄子。和有很多的历史上的说法，有几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什么？是不是历史，经典里面。好，经典上的里面来讲的话呢，有说到。有几种说法是什么？是有一种说法是说什么是佛陀成佛的那一天是什么？是阿难尊者跟罗睺罗，就是佛陀的儿。如果我不用敬语，我说佛陀的儿子跟阿难尊者两者是在佛陀成佛的那一天诞生的。有一种
这样的历史，或者有一这样子的说法。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是佛陀在成佛的时候呢，是什么呢？是阿难尊者跟罗睺罗尊者已经是6岁了。有这2种的说法。和这2种说法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是在与佛经说什么呢？是什么时候阿难尊者才来当导师释迦世尊的侍者呢？是阿难尊者20岁的时候。是阿难尊者自己已经20岁的时候，他才来当佛陀的侍者。这在佛经里面自己说。和阿难尊者自己在集经的时候就说什么呢？我听闻的佛经就已经超过了8万4千法门。8万法门。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是佛陀成佛的那一日，是阿难尊者才诞生的话呢，在什么？在这个20年当中，佛陀已经宣说过无数或者无量的这种经典，可以代表说什么？他这个20年当中是阿难尊者没有听到的，或者说什么呢？佛陀出家的时候，就是他离家的离开王舍城去出家的时候呢，这当中另外的说法是6岁的话呢，那时候也14年，阿难尊者是没有听到这个法门的时候呢，这代表说什么？或者这个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是佛陀的教法就不止8万法门了，因为这中间有20年也好，14年也好，佛陀已经也讲了无量无边的法门。今年个季里，今年那个新巴季搞的有的是呢，别呢，상지 그런 게 빈자잉이 결론 해지 여러봐. 결론 해지 답지는 담보 상지 빈자 차들이 지만 그런 빼다 하장기 노지 첨보래. 근데 이제 상지 나지기 그런 양 빼다 상지도 찌바찌바 잉이 소고 전에 디스 많더니. 근데 지만 상지를 빼 가르쳐 그래. 네바지야 고주. 되니 피지피지다 상지 중국도 전에 세고도 써야 되니 그런 용 여러봐. 근데 이 장간 손는지 पेशा तो सोना डील है जिसने मीता पारे मातो ड्यू के मारे को ङेमा इन संजी की जिसने भी गेलो चिरे जैसा कुरान की पे तो तांबो संजी चुने दी जिसन रोगो युदी कालो संजी को सों शांजो की चिंपू दिला कांटी चियोरे से ना बीच लोंबो ची चुनचे गन केवा की बिसुरा कांटी चियोरे सो मारे बीच लोंबो ची सिटी कालो गांजो लोंबो ची फेमा दिया तो ना बची गन ना चिची चिबाया जालम पावा इन बीच लोंबो ची छागोरा बीच लोंबो ची चुनचे गन केवा की बिसुरा कांटी चियोरे से नी 디 태바 침비기 빼는 인비주도 손어들이 손요레스 근데 이자니 침부들 빠드면 바치 예약 내가 디레스 还有另外一个历史跟大家讲的话，我们大家有听过有一个叫提婆达多嘛，这也是佛陀的亲戚。提婆达多本来也是佛陀的亲戚，他智慧也是超人的。大家不要以为他未来的历史他就好像是不好的，可是他本身是什么？是他是佛陀的亲戚，和也有极大的智慧的时候，他想说什么？我要跟佛陀毗邻，我要跟佛陀一样。所以那之后，他开始动歪脑筋，想要去伤害佛陀，乃至想要去杀害佛陀。所以在我们的藏文的经典里面，常常会把它取为它叫什么？叫魔，提婆达多魔。可是实际上他不是魔，他本来是跟随着佛陀出家的比丘。看他是之后而变到的时候呢，他完全不是我们所谓的好像那个天魔诞生为魔，我们只是因为后面他想要伤害、危害佛陀的时候，把他取为魔的时候呢，但什么他有什么过人的智慧呢？以前在于我们所谓的论藏的经典，就是阿毗达摩的经典里面，毗婆沙中的阿毗达摩经典有说什么呢？提婆达多他本身以前因为他有超人的智慧，他说什么呢？有6万的，有一个叫说我们讲说什么叫我们应该我就不把它翻译，我们讲我把意思翻好了，就有一种大象，叫为说应该说世上坚固，它的名字叫世上坚固，它是什么呢？它是比一般的大象为不只是10倍、20倍，是什么？是100倍的有力气。还在于阿毗达摩论点说什么呢？说了。提婆达多尊者，或者不要说尊者，提婆达多他本身可以背什么呢？他可以背诵6万头这种的大象所能扛的这个经典。
6万头的大象，所以大家知道说6万头的大象可以扛的经典有多少，就知道说它的不只有8万或者84000法门，它所可以背负的经典有这么多，是提婆达多他一个人就可以背诵出这么多的经典。但等这就送月嘞，但第哪里了吧？但第先把记嘞，第哪里当刚说变了，别图了给你写吧伊呢？当刚说根据个列本的了，开始有的是呢，列本叫做基本送月嘞。第哪里他嘎下去吧伊呢，叫做基本送月嘞，嘎下嘛去吧伊呢，根据可能的了，叫当开始基本2月嘞，点军找不记得查下吧伊呢，叫做继续月嘞。当刚说节气月吧，他这个的去，当他下月吧这个的。当刚说家乡找不起这玩意呢，家乡搞的时候，家乡家个那里上几个数了，家乡家个那里别图了去就想就给搞的时候的根据的送到当白音呢，偏些家乡就推进嘛的，等这晓得不？看，如果我们从藏文来说的话呢，藏文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印刷版的佛经，有各式各样来讲的话呢，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一般有说什么有103函。103函的大藏，就是我们所谓的佛经的这个地方，我们说甘珠尔有103函，那是涵盖了目录。如果不涵盖目录的话呢，大概是102函。和这个加起来的话，这是我们在与藏文当中的严格的典语的加上句式。而且你这句式，你这句式对。如果在于丹珠尔，或者就是说印度的祖师大的我补充跟大家讲，因为我怕大家不懂这个名词。甘珠尔在藏文的意思是什么？是佛经，佛所说的经典我们叫甘珠尔，跟我们中文的大藏经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大藏经是全部集在一起的时候，藏文有分甘珠尔跟丹珠尔。甘珠尔是大藏经里面的佛经的部分，而大藏经里面的印度的祖师大德的解释，我们叫什么？我们叫丹珠尔。所以在于藏文里面所翻的甘珠尔的部分不含目录的话，有102函。以丹珠尔来讲的话，有什么？有214函的经典，加起来的话300多函经典的当中呢，可是把这么多的经典来算的话，你说以佛的讲的经，或者在于以前给的教授，大概连10%大概都没有到。以这个10%都没有到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们在藏文翻译的只有到翻译连10%都没有到的时候，就已经有翻出102函的这个佛说的。但第哪里当刚做西兰人不懂jawab kari有的是呢？但第哪里当刚做别人的比根据列部加都基本你呢所以呢第哪里俺做搞说的学习就了吧？学习个电视的了，东西搞是有什，东西你咋说通吧有的是。你别结巴，别你咋就有的感觉呢？不得你咋就有的，学习谁的？学习个说了的了，亲戚结巴呢，亲戚们的话就你咋送有的，别结巴呢，别突破几个的，家当基本送个那里可是有的你咋就有的是。那如果我们再回到心经来讲的话呢，不管我们刚刚讲的在藏文当中的甘珠尔，不管是说102函也好，103函也好，那总之。心经是属于什么部呢？它是所谓的般若部。它在般若部这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们分部分来讲，或者分不同的经文来讲的话，一般有分什么？我们分23个经典。可是以函以经书的函数来算，有21函，它分的部分有分23个部分，这是我们在藏文有翻，在刚刚讲的102函的经典当中，有21函是有关般若。但告诉你，写信给过的那边，上几个书那个那里边，你不能是这个月的是他的，很多人给上几人给送有了吧？上几个多的个那里，但写信给的很多的。대다 통식 은나니 베드 님보나시 지 손바레 베는 간조 베샤디 갈레드니 베 가르소 그래 오마주주 땅니 된샤죠 만나시지 든지 지 손바레 시시운도의 쉬어지 개침보 이선 대 손바레 而在佛陀他自己本身讲到有关自己的经教里面当中什么呢？他说
般若这一部呢，就如同是什么呢？是他所有的经教里面的精髓般的精髓扼要，所有的经教当中的最浓缩、最精髓什么呢？是般若经。在佛陀自己的经典就是说什么呢？就如同像我们在牛乳当中在获得，这不是这样子，在搅拌会出牛油或者会出奶油出来一样呢？这就像什么呢？那种牛乳就像什么呢？像佛陀的经教，而所出来的那个精髓、那个核心、那个奶油呢，就什么呢？就如同像般若经般的。但가서 그래. 시식 운동이다 제장 잡을 또 스파 채와 이나. 제자텔라 코랑 지금 있을 때 상조기 제자 지당. 양치 쉬려고 비니 때 상조 제자 지금 이요레스. 다 지금 있을 때 상조기 제자티 다 시식 운동 요주기 지금 있을 때 상조기 제자티 가르쳐 되어서는 사모토만 있고 차되어서 돈이 있고 차되어서. 근데 있잖니 지금 있을 때 상조기 제자 대 전대지니 공부장이 되라. ngazo junkabe nga ngmane omansiya deres thoman gomlo tu gri su chunze tinmata amigi ta dang chaba dang sanji shundu tu sugi amigi julu tonshe oma tunjawa yi bi julu yongsu zobati sheshi gundo yi ci ngisi tie shanju gu jeja samotoma ni tunjawa yi bi igi tenda ti tsindi chini changi tela ngazo kabe nga ngmane omi ko deres 다 디기 슈팅고 비니 tie shanju ti garcha deoresena salong gramba de cha deores 상long 그런바티 추 비니테이션 디 추 세보 추 때니 고마짱이 가르쳐 되어서는 체토마디 지지 샤망이미기 제비 당다디 가르쳐 대신 임바도 버진 차되어서 다 디니마 장지 니치라 소바 종아레스 다 로톤다고 디레 和如果我们把般若经，它把它的所权，或者我们讲说所权是什么，就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来讲的话，可以分什么？可以分为显义跟隐义。那显义的意思，另外一层意思什么？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了。那字面上的意思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般若经的字面上的意思都是在什么呢？都是在讲说深奥的空性的道理。就是它的，我们常常在经书里面讲说，显义空性次第，隐义现观次第嘛。所以显义般若经的显义是在什么？就是大家以后听到这个词汇，显义就是什么？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这个字面上的意思都在讲什么呢？都在讲说有关深奥的空性。和这个深奥的空性，在于我们所学习的五部大论来看到是哪里呢？就是最第一个来把它解释什么？由龙树菩萨他所造作的，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中观。我们在五部大论的这个广大的五部大论的科目当中，所谓的中观的这个课是什么呢？就是把般若经的显义的这个空性道理而去学习的话，我们可以说为这个中观，以及是以中观来什么？是以龙树菩萨他所造的理据六论为首，而后面接下来什么是由圣天菩萨所写的400论，佛护论师所写的佛护论，乃至月生菩萨所写的入中论、明显句论等等等等来去做空性的这个解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后面的这个五部大论当中，而在于隐义或者就是般若经所讲的，但是不是在字面上，是有一点像藏起来的，或者后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它所要代表就是我们常讲的所谓的这种五道十地的这个道理，或者五道十地，我们简单来称就什么，就是叫现观了。我们讲五道十地是这样，他就讲说，我们常讲隐义现观次第嘛，就是隐义现观的次第在代表是什么呢？就是代表说我们所行走的三乘的五道十地。它在五道十地所总摄在于五部大论当中呢，它总摄在于什么呢？在于首先第一个所造作论是什么？是由弥勒菩萨所造作的现观庄严论。他把这个道理去诠释之后呢，在于我们之后在印度的祖师大德当中如果有看过现观庄严论的人就知道说，有依着现观庄严论的祖师大德们有做出什么？有做出我们讲说21本注解，21本注解在当中。다 디나니 가리요르베세나 나도 산지근 도데나라 가르스나 mbdengas니 yorta mbomdenga mbomdenga
몸 댕아세에 가르샤고 그래서나 세식운도디 지레스 당보디체 몸 요로 진지디스고는 몸데 몸 댕아는 몸 당보디체 너 냥디디 니바 차디 오레스 아니 너 켄추세바데 스마 차디 오레스 테니 너 피치디 이바 차디 오레스 너 nga바디 가르차도 손 로시근도데 차 로가시빈도 차디 오레스 띵nga부티라 가리요레스나 mbdenga bum chun bum bum的mbdenga是你ndonga yores ta同不的许的。和我们一般在于佛经当中有分，我们讲说什么？我们讲10万颂，对吧？我们有听到10万颂不是只有讲般若10万颂哦，我们在佛经当中里面有讲10万颂，有5个10万颂，有五种不同的10万颂。有所谓的第一个是什么？是般若10万颂，这我们常常听到叫般若10万颂。和第二个是什么？是我们说大涅盘经，大涅盘经也是一种的10万颂。第三者有一个叫宝积经，宝就是三宝的宝，积就是累积的积，宝积经。第四个是什么？是我们所谓的，我们讲说我们所谓的华严经。第四者是华严经，和第五者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就是楞伽经。哦呀，我们这五个来讲的话，我们在藏文有分叫五种的10万颂。다다 나도 봐. 나가만이 가려요르베스나 나려 나보 띠 된도 농가도 당인 농가디. 농가보 띠 된디 농가 요레스. 띠 진다 뒤샹주 농가 요레스. 다 딘나는 도 동보디 가르쳐디 요레스나 시라니 뭐 차디 요레스. 시라니 뭐디 가리 된디 차디 요레스나 당기 슈바나시. 시식은도 될 덴세 가서 요레 덴세 만다와 지 니사지 뼈들 다른 아주 배용만도 제발은 뼈 니사신도 뒤 된다 용스 조바디 가는 디요레스나 시라니 뭐는 디디오르다스。好，那我们刚刚不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在佛经当中有5个10万颂，和这个5个10万颂呢，它个别也集起来的话，有它的精髓的，它每一个也有它的精髓。它在每一个精髓的话，第一个精髓是什么呢？般若10万颂的精髓或者扼要就在什么呢？在般若心经当中。看这个是什么？是刚刚我们讲的，不管是23个部门也好，或者说21函的也好，般若经来讲的也好，广为分下去，什么是般若10万颂？总摄在什么呢？就在般若心经。다 디기 다리 딱 가르쳐 요래 띵이 다 깨치 오네 시야기다 다 당다시네 영어다. 당이 가르치고 그랬으나 산지주님들이 뼈도 치지품부 진치지도 이나다 디를 하바 소요난다. 디 용수 조비노니 친초도 제바디 시식은도 차송아. 다 시식은도 들당 가서 지 상인은 지 사와래 가서 제게 요 말와. 단단 가서 지지 유비기 시식은도 되라. 뼈니 싸지 요래. 딘세니 싸송 요래. 디 된다 용수 조바디 가발은 디디 요래서는 시라님분은 디디 요래다스. 딘제 이자니 시라님비그 놀라 시식은도 된다 용수 조바디 디요디. 가서 가르치니 티징기 전타 다살라. 태바침비 전다다자 마한체와라 가디이나야 시라님부 짜시 뭐든지 쓰고야 가래 시라님부 가르친 쪼고 어래 시라님부데 신지세는 가서신 짜시 못 쓰고 어래 오 딘nen가데 딜투디르 다 노도 제바이나 상지존린디기 순샹주 수라 용스 조비 나니스레 다 님보디 친초도 제바디 시식은도 님보디 시라님부 차디 시식은도 된다 요주치 뒤샹주기 님보 잡아디 시라님부 차디디 아니 다 시라님보디 가르쳐드려서는 상지 그 치송세 요주는 친초도 제바도 데디드 차송아서 뭐 디레 당아서 데리시에 고야 nen가디 和刚刚以上都什么呢？都等于算是旁言啊。这以上都是跟大家讲一些历史，跟别的来讲的话，现在才要开始跟大家讲正言哦，正式来说的话呢，那我们讲说。佛陀的8万4千法门里面的最为精髓、最为扼要、最为珍贵的是般若经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能见到的是什么呢？以藏文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所刚刚讲的23个部分也好，或者21函也好，那别的已经遗失掉的，我们没办法了，已经遗失就已经遗失了嘛。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可以接触到的。可以学习的什么呢？就是21函的这个般若经的，和在这个当中的精髓是什么呢？是般若心经了。
所以不管是哪一门的传为大乘法门的人，你看我们每一个的教派，每一个有在对于大乘的话，是不是都把般若心经视为非常重要的精髓？纵使是什么别的都不懂，可是都会把般若经跟般若心经这看作为重要是什么？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把什么呢？他把佛陀的般若经的内涵完整的总摄在这个简短的在于般若心经当中。不要说是把般若经的精髓总摄了，他把佛陀的所有的经教里面的最珍贵是般若经，按般若经里面的精髓总摄在哪里呢？就总摄在了般若心经当中。所以想说，在这个机会，我们这一次来讲是为什么想说要跟大家介绍也好，或者一起去探讨也好，就是般若心经的意趣也好，或者目的为这个。다도 마 뒤지 열어디. 다 기시 시라님비 된다. 다도 마지 뒤바이나. 아니 시라님비 된다 될 니디 동니 지름 바치 열어봐. 뒤 된다 용수做바데 동마 지존날 디그레스. 是吧？谈谈刚说说东巴国，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听了第个意思。但别的你都就是没听到用是做把的搞第个意思呢，俺们第二趟搞的巴拉松的不的说是呢第个意思。第一个啥子都啷个写过的是你是可能。当你点想就听到用是做把的，当个吃过是我听了第个意思。第一你在呢가르쳐 디오레스나 네 당기 시바나지 시시근도 될라 니디 돈이 또 비디니 예변네 니디 돈이 그 된다 용수 줘바데 시라님비 근달로 똥바 지존을 디디오레 비디니 또지 된다 용수 줘바데 아니 당기 중앙도 디디오레스 근데 이제 녜마양이 로마도술라 베구체뇨 계시 전원서 니마치 시라님보 텐지 쪼토고 메나 아스 녜르 똥바 지조데 손노당 아니 디지크 될라 가르스나 시라님비 중앙디 아니 장토바이나东巴日照的搞的是呢，啥子龙啊？我这个有的差的东尼的，啥子我的第一届的差我的搞了，可能一对届家呢，送了当拖把呢，这里搞的是我的现在你比听到有做听人的地方的，现在你比听到有做听人的地方呢，谢谢更多一听到有做听人的地方的打死，听着，但第切的晓得的，第把开所要嘛的，但当然讲说听到了呀，个现在你不叫了，开始刚刚成的要把伊呢，你这心得了吧？대리 가서 체체디 차차비지를 동바지조다 아니 가르서 그래 중앙데 아니 장토바 이네 야보 요래서라 중토는 다 시라니 뭐 텐지 녜바도 쪼러와 된다 신사로와 당 니시에사디 어떤지 제도는 빼야보 요래서 和我们刚刚以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如果把般若心经的扼要再总摄来讲的话呢，总摄是什么呢？我们一般来讲说，就是刚刚不是说般若经的所全或者般若经所要讲的内容就可以分为两者，就是显义空性的道理以及隐义现观的道理来讲的话呢，那应该说显义空性的道理，它总是来源我们常常用的在藏文用的词是什么？是空性的四轮。空性四轮这边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在这四个就是把以显义空性的道理在这边这个四句它总摄了，而在于隐义现观的次第在总摄在哪里呢？是在我们后面的心经的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收哈，这是代表什么？就是五道在这个内涵来讲，所以把显义空性的道理在前面的这个空性的四轮，以及把隐义现观的次第在什么？在后面的这个咒语来讲的话，这个中间来结合的时候呢，它是把心经的扼要的意思来讲。所以我以前常跟学生们讲说，那如果当然可以去思维或者背诵心经是一天一次最好。那如果没有办法真的背不起来或不会的话呢，那更简要更清髓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先去思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思维之后呢，而再去持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收哈。这个没有比这个可以再更精髓的总摄了，因为这是什么呢？这是把般若心经的所全的显义跟隐义两个都结合。它结合什么呢？是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是在指什么？空性的这个境，而可以了解空性的这个有境，或者我们说心事也好呢，是在什么呢？是在后面的这个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说法。所以他把这两个配合起来呢，是什么？是境跟有境，或者说我用白话一点来讲，是所观察跟能观察者两个在配合的时候呢，这个结合在一起的话呢，他把我们整个心经的道理都浓缩了。所以当我们以后想说什么，我们这一次大家听完心经的道理的时候呢，就不是把它摆的，或者就把它忘掉了。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每天的话去思维一次的心经的道理啊，就去念诵也好，思维也好。那如果没有办法，也可以说什么呢？去思维说刚刚讲的，就是前面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再去持心经的这个揭谛这个咒语。단다 디인체 기타 간서 다른 체주지고야 시라님보다 가르치는 개침보를 했어요. 뒷계자디 조일랜들다. 看这以上，以这个以上，等于是说什么？我们这次为什么要去讲心经的关键，或者说心经为什么是这么重要？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有诵过或背诵，或者乃至有听过，可是为什么这次要专门要来针对说去跟大家讲心经的它的核心或者重要性，就是刚刚以上今天的这一堂第一这个以上的这个前面1个小时的。的确。这단기 찌지는 다 가시디 도바사디 의지로 무딩아시에디 봉세 가르레시아디. 배나 봉다버지 진지 디수는 봉다버지는 콜라 쇼로카 봉지 유베차니 봉레. 대 담보들 튀진 봉시고아레. 너 냥딘다버지를 손로 담바이는 숭긴 봉스. 숭긴 봉시고아레. 겐추 세반다버지를 손로 담바이는 꾸인봉 디나라 산지 못차 지금 세요리. 겐추 세베 나로라. 너 피친라고 지금 손로 따나 예点봉시고아레 가르서 그래서나 산지지 예点못차 지금 못차 지제요리. 루가시빈도 따버지나 아니코 가르서 그래 디레. 조디 루가시빈도 따버지나 코 봉시고야 가르서나 아마레 너 피치 따버지는 메논봉 레슬라다. 너 파치 따버지는 메논봉. 아니 루가시빈도 따버지나 아니 심부 못차지 뚜위기다 레거디티노 요러와. 루가시바스디 갈랑아조 논지 디 스리랑카 계제 들어와. 심부 못차지. 이제도 심부세 심부지야. 어디 못차지. 근데 이전에 콜로 운동하고들라 무딩하시고요래. 看大家可能刚刚很好奇说，我们说10万有武者10万颂，那大家有讲说为什么会讲到武者的10万颂，或者没听过的话呢？这是有分5个部分。以般若经来讲的话，般若10万颂是什么？是因为它讲到了有10万个偈颂，所以有10万个偈颂，所以它叫为说般若10万颂。而我们第2个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是大涅盘经。大涅盘经是什么？是把佛陀的讲说他的语功德，有讲到佛陀的10万种的语功德在大涅盘经里面。디 가르시고 그래서는 시첸다. 너 냥디디 산지 냥일린다 하라면 소원이 있잖니. 아니 시첸 카첸 열어봐. 못차 지수는 디나. 因为我们讲说大涅盘经是什么？是等于佛陀准备要入涅盘的嘛？和佛陀本来要入涅盘的时候，最后给的遗教、给的遗言有10万个，所以我们讲说大涅盘经也是叫10万颂，可他讲说什么呢？他是讲说语10万颂，语的前面是心经的就不是心经，般若经的10万颂是什么？是讲我们讲义10万颂，生与义的义10万颂，而语10万颂什么？是大涅盘经。在于生的10万颂什么呢？就刚刚的宝积经，因为在什么？因为宝积经当中有讲到说佛陀的10万个名号，各式各样的名号，有讲到10万个佛的名号，所以他讲说这叫佛陀的生功德的生与义的生10万颂。而我们在华严经是什么？是这讲说是因为就像我们大家比较耳熟能详，我们听到的是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里面的一品而已，它是华严经里面的某一品，所以这里面来讲，我们想说什么？它是10万颂，什么是佛陀的在语功的所有的佛陀的经教当中，他把所有
佛陀的愿望，所以它是10万个愿望，所以叫10万颂，在华严经里面。而我们后面叫说楞伽经，楞伽经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来讲，大家有听到我们在讲藏文的时候，它叫朗嘎尔谢巴，朗嘎尔谢巴，朗嘎尔谢巴是代表什么？是斯里兰卡。朗嘎尔谢巴是去斯里兰卡，或者是去到斯里兰卡这个，看他以前说这边有很多的非人或者鬼神我用非人鬼神，他因为是依着这个经去降魔调伏10万个非人，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是调伏非人、调伏鬼神的10万来讲是以楞伽经，所以各个10万，所以刚刚是以意10万、语10万、生10万、愿10万跟调魔或者降魔10万。他听了你讲说，就是容去早起么修做了面龙个脚步，容去面龙的搞的是呢，多赔钱那了面龙没啥机要吧一种呢，第一个点到去对象就得容去面龙的，但给讲说学习更多点到去对象就得，现在宁波一嘛那些钱呢，容去面龙的。但是多赔钱那了，面龙别的没差大型就得，那去对象就得容去面龙的吧？但呢，容去面龙个哪里就当到讲说，他你几个交个就吧？江北保卫些，自己宁波的集中卡不清比个，容去面龙个那去对象就得，江北保卫些比自己宁波的送吧？他地里地啊，这里这不是沟通呢？好，和大家因为你也知道说，像我们在心经一样的珍贵，我们是把常常很多人会送普贤心愿品。很多人可以背诵普贤心愿，比如很多人把它注重的时候什么呢？因为它是把佛陀的所有的愿望，或者佛陀所发起来的那种心力的愿望呢，都总是在这边。刚刚我们讲嘛，是不是般若经广的是10万颂一样，心髓是心经一样呢？那华严经是广的一样呢？如果把它浓缩的心髓什么，就是普贤心愿品。刚刚来讲的话，就像心经是般若经的心髓一样，普贤行愿品是什么？是华严经的心髓。和我们刚刚讲的心经的心髓是什么？是空性的4句以及般若心经的咒语一样呢？那如果把华严经的心髓再浓缩是什么？我们是后面讲说文殊师利勇猛智，这2个偈颂，这2个偈颂是宗大师自己就说，把华严经的心髓总摄为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的精髓总摄是什么？是文殊师利勇猛智，这2句偈颂，把它总摄来讲的话，就跟刚刚以上讲的心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换到说在于普贤行愿品跟华严经。但现在宁波的了，两者假设有的是呢，但两者门道几个贵有的，两者我呢应该的了，他定有的。等你现在你比主塔有了吧？主塔，我个主塔对吧？现在你比主塔的了你有的，你告诉我的，他几两者里面有个多些原因，他不几个几有的，但那个是电竞那个大玩意呢，现在你比这把几乎几个定有了的，等你告诉我的，主塔你的其实这边这个当白音呢，最没有这个的，现在你比这把的了假设有的是呢，这把贵有的是。anh ta chỉ giá về cái giá trị bên trên cái gì mình chỉ sử dụng những cái giá trị cái, ta nói là tiền chính nó là, giá hàng khi bị tiền chính nó là, giá trị là mình đâu chỉ贵有的是贵，他当比贵有的，他记得呢。那如果刚刚我们不是听到说佛陀所说的经，我们叫甘珠尔，那印度祖师大德所写的注解，我们叫丹珠尔。那我们在藏文的刚刚是不是大家还记得我们跟大家讲的那个数字是102为甘珠尔的函数吗？但如果以别的来讲的话，丹珠尔的经书函是什么？是214吗？那在214的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在心经的注解里面当中的话，我们可以说有9本。可是这是什么呢？是心经本身的注解有什么？有7个，就是解释心经本身有7个注解，而有关如何依着心经去修持，如何依着心经而去修持有2本，所以加起来是有9本，就是对心经本身的内涵去解释的话是
7本，有2本是什么？是如何依着心经而去修持的方法去解释，有2本，加起来是9本在单注。有1本是什么呢？是有一点那种可疑性或怀疑性，说不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印度祖师大德写的呢，还是藏人之后写的？有一点是在可疑性的，再说来去做的时候呢，那总而言之，我们在看的丹珠尔当中去追溯心经的注解当中，在藏文的当中有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完全是没有任何的争论，没有任何的疑惑的话，可以说什么？有9本的注解。对，有9本的注解，有1本是不知道是后人写的还是印度人写的。这来讲，那总而言之，在丹珠尔所收藏来讲的话，有10本，有10本。비행기 다 가르쳐 그래. 배방 기빈 제산조기 시라님인 잡아들라 년 통야들 가지 종수세나 저거여다. 저거 년지뇨. 다동 만통한다 빼만 보여지래. 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那以藏人的祖师大德所写的注解有多少呢？我自己看过的是有几本，有看到有19本，我自己看过的有19本，可是那不能，那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我相信说没看过的呢有更多，可是有查到有找到自己有读过的话，有什么呢？有19本。那相信比这个还更多的有很多很多，可是自己看过的有19本。的确，但你다리 강조 치야的，这是我自己著作的心经的那个解释，然后心经还有就是元气藏，还有就是三州要道，还有维修藏，这4个解释，加上。但你다리 쳐야 돼，我容给只想就你同的学音吧。好，那我帮大家补充，这是我自己补充的，这是一则补充那样子，因为老师没说到，大家来讲，老师目前所做的全集，老师写的全集有10本了，老师自己在百忙当中，这是我自己补充的，老师大概从早上7点钟到晚上7点钟都有课，他在3大寺的时候几乎是。我顺便也跟大家勉励一下的话，我说我们以前在老师坐下上课的时候呢，我们1个礼拜最多大概就是有2堂课，2堂的1个小时的课。我们去考格西的时候也是在百忙当中，我们就硬挤出时间是什么？就是1个礼拜有2堂课，那已经算阿弥陀佛了，已经没有。今天来讲的话，我们是。一个礼拜当中有6天的1个小时1个小时，大家知道有多训？我不是夸张，我真的是从跟大家讲很老实的跟大家讲。那他有时候又有法会，那天又没有课了，因为我的朋友需要去法会等等的时候呢，那我们都没有课，因为老师的真的太忙了，他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钟有课，和这个以外的时间，老师还在写书，所以到目前为止，老师写了10本。最近才刚出了第10本，和老师的第6本的全集里面，刚刚老师说的有关心经、三主要道、缘起赞、文殊赞等等的解释里面，和当中有一个心经的解释。所以刚刚讲的那么多的注解当中呢，老师是把浓缩自己有看过的心经的解释，而再去把它这个19本的跟以上的印度的经典写了这个注解之后，和跟大家会用自己的解释来跟大家做心经的解释。다 디나니 내가 치슈지 깨지지 하도 디 가르에서나 나서 비이기 가르서 그래 시라님보다 드니 자이 시라님보다 치 문유 쳐봤대서 요래서와 치 문유 쳐봤대서 요래 비이기 시라님이 나로 레시 둔주디 요래 다 자이 시라님이 나로 니시 코라마도 레시 둔주디 만도와 요르베 다른 가서 깨체 셴바도 좀 뭔도와 디 베인 진주죠 인지래 말에 데 콘정마 렉처게는 비교돼 다 든지 지디칼로 게시 콘조 심해 봐이는 이 슈엘 가리오레세나 니망니마도 봐이는 걸 깨체 증이 되냐 뭐벌레서 이네 다 나로 야부 심아서 디 레자 마초로 봐다 지마 따디칼로 가르도세나 디 nen가데 가르도세나 아니 시라님 보코란 게 마시기 가르쳐 그래 마슈 여러봐 시라님 보코는 그 레자 마슈 때라 시라님 보 지디니 두다스
시라님부 지디니 예변나네 시라님부 디바데 단다 자이나시 단다 저런소 쪼대하나시 지니 리시도 주 명예시도 와오디 타가랑 두스 디 타가랑 레자코론 시모날 디로 페시에 가르소레 지지 강 란주어 다스티 레자 시모 요레스 디 인디자니 니기 세바지야 데 가르스나 단다 리시도 주 민주 시라님부디 디레샤 송고두스 다디 베인으로 치 주요레 다가랑 코로페게 시라님부 디바데 다가랑 치 베인 누른 지디칼 대다 단다 제인 유에테바지 두디르바 치인가시기 체바데 마도 요마레스 디치디 시라님부 지디니까 양코 리시든 주디 천조레문도 고 시라님부 코로나 리시든 주 민족 시라님부 지연 레장 마신는 두스 다딘 천과 베게 시모르시 和我们大家要很重要的是在跟他讲说什么？因为我们藏文跟我们台湾，跟不要说台湾，我们在汉地所诵的这个心经，可能会有字面上有多跟少。和老师跟我说，是不是只有我说因为我们一般我们现在大家在诵的，我们说就从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那是什么？那是正文。藏文我们熟悉诵的是什么？是从如是我闻，亦是佛在那个等等来讲的话，那老师说什么？我们中文是不是就没有的话？那因为我们大家如果在课诵本有看过的话呢，我们是2本都有的。这个是什么的话呢？是我们现在常诵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个是什么？那是玄奘大师所译的。而如是我闻那个是什么？那是鸠摩罗什大师译的。所以我们以前就有这个译法，不是别人来讲，是我们中文常诵的是什么？是玄奘大师诵的。有那个如是我闻，亦是佛在王舍城等等有前言的话，那是鸠摩罗什大师在很早就有译的。那老师是说什么呢？因为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很多人我们在台湾或者在中国不知道这个历史，他不知道有很多翻译本。这是我译者自己又再来跟大家讲，因为我知道我所看过的心经的翻译本，我就看过有4本中文的翻译本。我自己看过中文的翻译本就有4个不同的翻译本。和我们是收了2个比较广的，就是以玄奘大师跟鸠摩罗什大师这边来讲的。和这边来讲的话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是什么？这不是玄奘大师，也不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过失，是什么呢？在梵文本身心经就有广跟略2本，梵文本身就有了。我们梵文的广本是什么呢？就是前面的如是我亦是佛在王舍城。它在梵文的略本里面是什么呢？就是刚刚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以我们在看，因为这个略本的梵文本大概是什么？是在10年前才找到的，才被找到说，有这个，它这个也已经翻成藏文了。他在看的时候呢，除了几个用词的不一样，或者这个几个字而已呢，那跟中文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略本是一模一样的。而广本的那个如是文是什么？是心经的广本，在梵文当中就有一个广跟略2本，所以想说什么？可能玄奘大师翻译的心经就是梵文的略本，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心经是什么？又是按照梵文的广本。因为以前老师说有人在问过他这个问题，说来这个译本是什么？那时候可能回答没有那么的完善。今天特有这个机会说什么的话，这不是藏文或者汉文的不一样，是在梵文的经典本身，心经就有分广本跟略本两者。뒤틀어 샤고 지치러 와. 되네 단다 비인으로 유에디비 시라님부 딜라 가리요레세나 슐로카 선치다 다 세바니 짱아 요레다. 다 슐로카 선치 소지라 세방아기 다 뇽아 요르다. 지소한테 슐로카 선치다 세바니 짱아 세시디 두스 이거를 해야 되다. 비인으로 유에든지 지요레다. 디야 진 천토바 이네 야우도. 和以我们来讲的话呢，心经来分的话，我们叫它为什么？它有30个偈颂，又有30个偈颂，还有20个字。30个偈颂，20个，因为25个字，因为是什么呢？我们来讲的话，31个偈颂要满的话呢，心经没有满的，所以它只分了30个偈颂，又25个字。是它没有满到31个完整的偈颂，它只有我们，所以他说以心经的偈颂整个来讲是什么？是
30个寄颂有25个字。第几节？天大大，大人的这学过的，第几弄了？当刚做三几个苏拉 CD 搞了，用那么做国家的研究员嘛的噻呢？三几个新的送把讲解了国家研究员嘛的，三几个送掉了，你新的送比搞，技术那边搞，新进来比搞就能送越来是，是吧？新的送比搞，技术那边搞，新进来比搞就能送越来是。但电脑呢搞的时候嘞，现在你不打不起，那可你是的搞的差的噻呢？你是谁的？研究东区的嘛，这个就你是的，搞的有的是呢，新进来比搞差的，有的是，上级可能你新的送就马的也是。但大众大家可能要注意的，或者来讲什么经的话呢，佛说经的话呢，不一定是佛陀嘴巴所说出来的。我们所谓的佛经，不一定是佛亲口用嘴巴说出来。我们经来讲的话，一般有3种分类。我们有一个是叫说佛嘴所说的经，一个是什么？是佛陀随许的、开许的、随许的这个经，以及有一个什么佛陀加持的经。我们一般在于说佛经做的分类有什么？有3种分类，就是佛陀亲口说的、佛陀随许的，以及佛陀加持的。而如果在心经本身，佛陀我们不是说整部心经哦，我们说心经的正文，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心经正文的话呢，不是佛嘴巴说的，是佛陀加持的，是由观世音菩萨跟舍利佛的。这个是我们所以说正文的那个部分是什么？是佛陀的加持的经。但新进来比搞就了吧？对了，你送当过，当不送来送的新进来比搞他妈的送啊！但新进来比搞的了，看到有的是呢，贵新进喇叭送给新进喇叭，吐新进喇叭就能送药嘞。第一的，当他你是的吐新进喇叭第一下就是，他吐个新进喇叭点那样那边吐电比新进喇叭，吐电影子的新进喇叭，吐仪式的新进喇叭就能送药边哪里？你吐电影这个新进喇叭的差掉的是，那么说，对的。和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大家要记住哦，我们说因为心经本身是3者的部分都具备，就是它随许、加持、亲口说3个都有具备。而我们刚刚讲的心经的正文，心经正文的话呢，是佛陀加持的。和佛陀的加持的经里面又有分什么？佛陀的身加持、佛陀的语加持、佛陀的意加持。和在这个当中，心经的正文是什么？是佛陀的意加持的经。它在意加持里面呢，又可以分为3者，有佛陀的第10力，第10就是真实的第10力，跟佛陀的三摩地定力，跟佛陀的智慧力。就是我再讲一遍，就是佛陀的第10力，佛陀的三摩地定力，佛陀的智慧力，3者来讲的话呢，那心经的这个加持是什么？是佛陀的三摩地定力的加持，而才会有观自在菩萨跟舍利佛的这个心经正文的这个对辩。但现在你不可能恰送了变了恰相呢？利息就要了吧？利息，但利息的基本那个商业那里利息的通模嘛，一般你有嘞。利息通模嘛，一般你不得搞差的有的是呢，技术能搞差的有的是，但给搞送个哪里？但在现在你不都下里不都这里是你主要这里是比多的，你是的，现在那边搞起了吧？但基本上你看你主要这里接差别起了上街鸟家里也当呢，顶子里也当呢，你就让你主要这里接把的来说，别要不都算下的心里你说没搞差掉了吧？但这一阵呢，现在你不打不得了4个长的有的4个。所以我们在心经的时候，未来几天我们会跟大家更详细，和我们会跟大家解释的。我想说，我们跟大家用是什么？是前言的部分跟后面的亲口说的部分呢，我们就会用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而在于正文的时候，因为我想说，我们大家耳熟能详是玄奘大师的，大家会背诵的就是这样子。我就正文我会用玄奘大师的经文来讲，大家以后去思维会有帮助。可是有前言的部分跟后面的这个佛亲口说的部分呢，我会用那个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来跟大家讲的话呢，在前言的话呢，虽然我们过几天会更详细来讲的话，前言这个部分我们有分
供的前言跟不供的前言。这个供的前言跟不供的前言是什么？是随许开许的，就是我们一般讲说如是我闻，亦是佛在王舍城。这个讲说是开许的或者随许的。按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叫这个随许或开许的这个经。按正文的时候呢，是刚刚讲的舍利佛跟观自在菩萨对辩的这个是什么呢？是佛陀加持的，而是意加持的这个经呢，是这个加持的经。而当之后他们辩论完毕，问答结束之后呢，佛陀从深深的定起来之后说什么善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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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这个是什么呢？是佛陀亲口说的嘛？佛陀亲口就是如所说，如所说，善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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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佛陀亲口所说的缘故呢。所以是不是心经里面是开许的、加持的、亲口所说的，在一本经典心经里面的3分类都具备，都有在这佛陀的这个言教里面都有。的确，대리가르스나 시라님보도 제와 유비 계자 개체와 디 신고에 빼개지 못 차죠. 땅 오늘 로주 오늘 있잖아. 라 로주 차창도 있잖아. 다리 계자디 빼개지 못 차죠. 그래서 들이 있잖아. 대리기 셈바지디 참이 툴이야 보샤루지스. 和今天以上的话呢，今天早上我们是什么呢？当我们要去学习心经的时候呢，是什么？跟有关心经的有关的或者有相连的，我们等于是跟心经来介绍。所以大家要去好好思维，或去学习心经的或者有关心经的这个般若经的话，这是必不可少需要去了解的这个部分来讲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等于是说有关般若经跟有关心经的这部分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和大家请好好的去思维，也不要忘记。아니다 산인 가서 다 깨지셔야 될 가리 있으나 시라님이 지시대 사면 또 많이 我自己说吧，耽误时间。明天讲的内容就是心经的所圈，重要的所圈就是空性嘛，所以明天我要真正的心经就是讲之前就是讲一下就是空性的内容，然后细细的内容就是后面讲的时候会出现的，然后有问题的话，直接问的话也可以呀。因为我怕没有麦克风这样子。是呗。好，没关系。可以问。请问。不用，没站没关系，你坐着就好。请问一下，这边有讲到说，我们在那个就是当讲到佛经的时候，他会讲到它的整体内容，还有摄要，比如说，整个刚才那个老师有讲到说，心经呢是含摄整个的般若经的精要都在里面。那精要中的精要就是那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那属于空性显义的部分。那隐义的部分就是揭谛、波罗揭谛、波僧揭谛，那个菩提萨埵，那之前那个观音上师有讲到，就是5个次第嘛。那这里面我要问的就是说，当经典开可开，合可合，它对我们修行的这2种对我们修行的意义在哪里？合起来的意义跟把它展开，对我们闻思修佛法它的所要掌握的心要在哪里，帮助我们修行的部分。다 디시 고서와 동바 지조 당 중앙 님보디 두스 파자니 아니 다 뇨레 제단의 가르레스르베 네 말이야. 아니 맞아는 이 시신이 된다나라 게드니라. 네가 하고 맞아 개보소야다. 뒤된 송거야 돼. 고된 가르레.释迦牟尼佛你就上讲那个般若的时候，般若观中律不是隔开的讲，有一段时间般若观讲，然后又一段时间般若中讲，有一段时间般若律讲，不是这样。他讲的就是一次，然后听的那些学习当中，有些听的就是广的。有些听的就是中那个关注律的那个中的，有些听的就是律的，是吧？所以
다 되게 돼 가서 주 뒤샹조 때라 진지디서 차바래 마도 진지디서 로하순조 자완이네 말에스 大家我来讲的话，大家可能听到是说什么？我们对般若经本身的权益的话呢，不是佛陀在3个不同的时刻或者时段说了3次不同的经，不管是我们刚刚我知道问题是这样的，说不管是般若10万颂也好，般若25000颂也好，般若8000颂也好，乃至般若心经也好，乃至不是刚刚般若心经就是里面讲的，对，心经是另外来讲。那等等的这些般若经来讲的广中略来讲的话呢，不是佛陀在不同的时段说的不同的经，是佛陀一时说出来的不同的所化机，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说法。第一的是当然嘞，但第一的讲了，你看结巴公益这个对象就掉了没人是，人家就公益这个对象就掉了，你是差掉的是。第二对吧，你公益掉了，搞什么接动不差掉的是。但第搞的听到说白了，现在搞了，大家日记啦，搞的有的是呢，这些西差不多几个都果然蒙不嘛叫呢，过么多个叫的是。第二样西差不多的是，但大家我们日打不起来呢，搞的有的是呢。是吧？第二是对象呢用，大家听到什么沟通呢？就能直播的嘞是。第二对象就对了，但这一张呢，告诉的，现实工作嘛，送的搞了，大家给门上送国员呀的，可能说的嘛的，的嘛的告诉的，谁嘛托呢？蒙不工业的个，可大车上谁托吧些？你这个呢，可你这嘛都谁嘛托吧？但这嘛的也是，告诉呢，你这工业的我们日查的嘞，弟弟工业的我们切出的是吧的嘞是，结巴工业的我们切多不的查的嘞是，我们工作送些呢，但这一阵呢，俺做3级个起送的搞了，没排比起送的那些马嘞是，我搞的是过来是呢，是吧？可能结巴去送，可能这就可能弟弟送个马嘞是，送几个ton的送，另外的搞了，大家个我们个人把赶紧进来，他妈这顿吞把进来，数据过头过来是，对的对。看我们要知道说，佛陀在讲这个经的时候，刚刚讲的不是一时对。不同的人，也不是说什么好像因为我们一般讲说广中略般若的时候，以他们各个根器来分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说什么上等根器是什么？是般若8千颂，他只要略的去讲，他就可以听懂了。而在差一点点的根器是什么？是般若2万颂，要再广一点，再广摄一点。它有一点是什么？是在这3者，大家不要误会哦，不是说这里面当中有人就是不聪明或者笨啊，或者乃至我用的，它不是这个意思哦，是他们都非常，他们3者里面的做一个比较来讲的话，就般若10万颂的这个的所化机来讲的话呢，它什么是要很广摄，从很广方面去讲的时候呢，他才有办法理解。可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要大家很注意的，或者很重要的是，不是说那个好像8000颂的人是只听到一点点的，他别的都没听到，而好像那个2万颂听到的人，他记得多一点，比8000颂听的人记得多一点，所以他来讲。而10万颂的什么，他记得最多，比8000颂、2万颂，他不是这个，因为佛陀跟我们讲经的人，跟我们不一样。像我们只有办法来讲呢，我只有办法用我一个意去跟大家讲，我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讲。不同的语言像不同的人，我就只有办法。佛陀不是这样子，佛陀是什么？是对所化机所需要所讲出来的话呢？虽然佛陀是出一语，个人是按照他自己的根器，他听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佛陀在一次讲的般若经当中呢，可以只要很简要、心随来听的话，他就听到像8000颂的这样子的意思，为上等根器，而。差一点点的，需要更广摄的来讲的话，什么就是听到是2万颂的，而需要听到很广的，把所有的那种分类啊，各式各样的分类都说出来，什么，他就是听到8000颂的，等等的，不是8000，对不起，10万颂的，等这样的慢慢去出来。所以以般若经来讲的这个广中略，它不是在不同时间诵的，而是佛陀在一时，在同时诵，而不同的根器，他之后广听的人，他把它。结经的时候呢，他就结出来是我们所谓的般若10万颂，而中品的这个所化机，他所听到他截取的时候是什么呢？他截取的就是2万颂。上品的那个所化机，他截取他所听的时候，他所摄持的什么就是8000颂了。对的，第几的搞了，等这有了吧？搞的是我嘞，俺说等的
진지디스 송사비 질러 진지디스 송사비 질러 아니 콜용이 뭐지 그다 된다 님부 되다 님부시 뒤니 송고도 송디 디 지마 용거래 손에 가지고 손이 말아 다 지마 용지와데 가르스는 시라니 버래 손 말해 和那时候，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的来跟大家讲的话呢，就是当佛陀讲完般若经之后，和那个弟子就说：“那佛陀，那这个这么多法门，你把它浓缩起来是什么呢？”佛陀说：“我之后会跟你讲啊，现在还没到时机，我之后会跟你讲，之后会跟你讲。和之后所讲的什么呢？就是般若心经了。” 다동 티나라 니 당기 슈바나시 덴세 니 짜치 은노니 시시 이기지마 생겨 줘르다 리시 돈주 마잖아 그런 니시텔라 이게 아치마도 요마레 진짜 아세야 된가서 베이 돌아 아세야 가치르 봐 가치 이디칼 티조디 사무토마니 때문에 계시고래 근데 요래스다 소소 옴비초나 如果为自己的根气有够的话呢，我们刚刚不是跟大家讲说，般若经可以有分23部，23部，我们在 덴세 니 사송르다 我们有分23部，和其中一部我们叫什么？我们叫般若一字，般若一字经。和般若一字经，它前面有我们不算前言跟后那个结尾的话呢，它本身是什么？就是空，有一个就是一个空字，就是我们所谓啊啦，就是在梵文是啊，我们中文就翻为空，它就是空一个空字而已。或者我们在藏文，因为在啊跟我们中文的空是什么？是否定的意思，是遮止的意思，所以它就只有这一个字。如果根基够的话呢，这个空这个啊字，它就可以代表空性了。老师再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不知道这样听我用我简单的去看有没有理解这个意思。譬如说，在老师在讲到说那个佛那个愿，就是《华严经》的愿十望颂，就是说是十望颂，再来再说要就是普贤行愿品，再说要就是再说下来就是文殊师利勇猛智那个普贤慧行义护来，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的意思？好，这是一个问，这个就我问您的去，我这理解有没有错？另外一点，刚才就讲说佛的整个经量就是在以心经里面，那刚才您有讲到了，就是说空性就是智慧跟方便的内涵。那其实说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整个心经就涵盖的成佛所需要的。所要的道地修行的内涵以及正德的内涵，用这样角度去听，不知道有没有错误？第一个是就您指导我的，我去想，当下想到的是以那个华严10万颂举例子去举例，有没有理解错误啊？第二个就是说，心行行摄的内涵其实就是成佛的道地跟那灭地的内涵，这样。当不等于故事啊，接的干啥？我싫은님보다계속多싶어있나我상계 용적의 람데 싫은님은 나 두그르 요리 다가나 다디 산이나님 가서 론세 날 빼더 고네마 파운드니 시리르치네 자주요 초조 팀비 셈바 가레레 존론 템바 가레 토노 템바 가레 골론 템바 가레 파운드니 레그시 산이 레그시 第一个问题来讲的话呢，就是那个意思嘛，就是广把总色再把它精髓就跟一模一样，刚刚有讲的。第二个意思说，是不是心经我们包含整个成佛之道？有，所以大家不用急，后面的几天来讲会慢慢跟大家讲，就是后面的这个10天都会一跟大家讲，后面会跟你讲说心经的这个部分在讲什么，在讲资粮道、加行道，这个部分在解释见道、修道，这个地方在介绍你成佛的时候是怎么样，这个我们都会在往后的这几日都会慢慢细细的跟大家讲。没关系，我帮附送一下。可以。不是28000颂，是2万颂8000颂。那我想知道说，那佛因为他的身语意遍一切实处嘛，所以他在讲这个法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说，将来这个手画机就会把这个经记录成10万，然后28000颂嘛。当他说 OK 那个结果是，他那时候就。다 담보로와 가르스고레스나 진지 디숨보테 디뇨도 숨바레시에 티페도 콤페 무시바 마보요다. 비긴 케방가마타고 순주로노 요레 자각 리시노로 요레 담보티 툴샤고 계침부 지레스.
首先要跟大家澄清的是，或者说解释的是什么？是我们在与广、中、略、波尔三者是同一时间说的话，不是我们自创的。这个是在不管是印度的祖师大德的注解来当中也好，在西藏的先前的祖师大德里面讲，这是都说佛陀是在一时说出了波尔、广、中、略三者。第当不的这是些第一点。啊，你把的가르레세나 당 선지중에 니가만 수음디 갈라 가르사나 콜러 진치지동 때고도 콜러 가르서 그래 콜러 몸치 때고도 몸 때고도 콜러 닌추 때고도 콜러 지동 때고도 세디 손오디 여러 베세라 디 요축을해서 디 요축을해 디做的是个，那么不吃的家对家己买一个对用的，大家人一个对下的不当，你这当给。다가라래 니 당기 쉬임바 간소 뭐부지 고노 가르테고 오래세나 아니 차송 빼더 산지그 송세 삼아 곤종에 때 모래샤 전고로 디 말에스 그 고자 만다 기시 송여 바이는 레레 차송 유주 고여라다스 마도야 니바디 가르서는 몸 공에 뛰기 젬바디기 셰카즈마도 고모토야 든지 자원이네 말에스 코로나 대상주도 코로나 유주 고여레 디 닌처레스 콜 대상주도 제동레 디 제동마 차디 오레스 온디 차디 오레스 有一个大家要常常会有的误会，或者常常有的误解，不是这个是什么？是很多人会想说，听到10万颂的人才全部听到了，2万颂的人他没有听到那么多，因为他只听到2万颂。他不是这样子，他说什么？听到2万颂的人跟8000颂比呢？听到8000颂的人就比不上10万颂跟2万颂，他遗失掉很多的话，这是很大的误解，这是错误的。听到8000颂的人呢，他是完整。코로나点下的차송 고요 코로나。他听到8000颂的是什么呢？是佛陀想要跟他讲的时候，他完全听到了。听到2万颂的人，佛陀想要跟他讲，他完全听到了。听到10万颂的人，是佛陀想要跟他讲的，他完全都听到了。你问的说，那如果这3个根器，佛陀知不知道未来，佛陀他会急出这个呢？当然嘛。佛陀会要对他说10万颂，会他说2万颂，会要对他说8000颂的意趣，就是佛陀就是知道他是这样子，他才会对他说，我是虽然是说一语，可是这个人是说10万颂，这个人是听到2万颂，这个人是听到8000颂的。第四类，刚刚讲到，有3种加持力，一些不同的经典。那第一个，请问另外2个智慧加持，还有第10语加持力的势力是什么？然后呢，这些在经典里面看得到吗？例如说然后呢，他们第3个问题就是说，那这3个不同的意趣在哪里？好，我因为前面有一些人没听到，我想说我们让大家未来的都可以听到的，所以因为我怕很多我们是用设备，因为大家很多现在是，我想说我们可以保留，所以我把问题，我想说以后我会跟大家讲，因为大家如果不认识我的，大家可以知道我长期以前是或者我长期在帮尊者在翻译的，所以我常常接过问题。一般我会什么？如果老师听得懂，我当然麦克风不要。一般我会什么？我会把大家的长话，我会再跟大家复诵一遍，因为我确认大家的意思。所以刚刚的问题应该是说什么？是我们刚刚讲经有3种分类，和3种分类当中有一种加持经，加持经里面又有3种分类，是身语意加持。和在意加持的又有3种分类，是有说第10力、定力跟智慧力的话呢，那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心经的例子就是只有是以定力的加持。那有没有可以举出是以第10力的加持跟以智慧的加持？有没有这个例子，或者可以实际跟我们讲？和第2个是说什么？用这个定力加持、用智慧加持跟用第10力加持，这个目的或者它后面的意趣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变着不恰是呢，许本有的，第7期参嘛有的。当不空的sonha的地里가르쳐 그래 너그날 든지 요마레 셴이 숨비 가도 지수노이 가도 신지라비 가세 든지 야와디 춘이 요마레스 너는 당부 뒤때 세우今天里没有这样分类的没有我最早看到的就是开主机著作的有一个叫做杰迪西诺디노르 지요레 아니 가르쳐 그래 조용 갈로스에 기타 베기타 피시타
long aje se kang kheba chiro gilupi oda tinal di yawa tu che yore yawa che di tinu che yore是那就空过呢我帮老师分，因为我怕大家误会一下，不是说经典没有这个3个分类，而是经典里面没有分这个3个分类。经典里面没有说这是我加持的经，没有说这是我嘴巴说的经，没有说这是我开许的经，但是经典里面没有做这样子说，这是我这样子的分类，而是经典有这样子分类，可是它没有分出这样子的分类。而在哪里有清楚的话呢？这种分类或者做出这种区分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有一本是克祖杰大师，克祖杰大师有做一个密乘总义，有一叫密乘总义里面，这边有这样子的分法，以及以前我们在泽棒罗瑟林的，现在是福生大师，之前有一个主持大德，我们叫文殊欢喜，文殊欢喜大师，他是前面的寺院的经典的话，他的全集里面有做这个说什么这3类的这个分类，所以大家如果要知道说，这个分类是有哪里出现的，或者它是依据什么经典的话呢？这个是依着这个叫文殊欢喜大师以及克祖杰大师在他的密乘的总义里面当中有做这个分类。变得不恰当，但是现在你不到定义等于这个信息老百姓吧？第4个开始呢，理性能还过了，讲的3万多万信息比期间当中就定义了2把虚说是。第10笔记了，今年下里不都写的是你顶多了点就怕在抓起来进去去了吧？就定这个信息拉到个可人马的我的地里是的。看以后我们过几天我们再讲前言，大家就知道了。在心经的前言说什么？就是如是我一时佛在王圣城之后，它下面是什么？是当佛陀入深深的定，当佛陀入深深的定，那个观自在菩萨舍利佛开始对辩。所以再从前言就知道它的前面。所以在前言就知道，这个前言就知道说，当佛陀入深深的定，就知道说这是因为佛陀以他的定力去加持的这二位的这个菩萨跟尊者2个的对辩。等于有的变成点比信息老板的，等于呢跌倒起来的吧？其实我上级有呢，你做的是他的帮有呢，那么同期进比是托有呢，给这的点把一呢，怕给当你考虑说的。第还有熬起了说不读书了是吧？过去个查个的，那些同学没打把啥些同学对应完是查个的是的，当然查过的是。第一点比信息老板的我的，谁去想呢？我们说如果通过第10例的加持是什么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佛陀在经里面会说什么？如果我说的话是真实，如果我说的我是有获得，我有断除烦恼，我有断除烦恼障。我有断除所知障，如果我有获得佛陀的果位，如果我有获得一切种子的话呢？当风吹过来，吹过这个树，或者佛陀的这个风当吹过那个天人的那个鼓啊，那个鼓的话呢，这个鼓发出来的声是什么？就是佛经。这个鼓吹的这个声，或这个在佛经当中有说，当这个风吹过这个树的话。这个树叶所飘出来的声音都是佛经的声音的话呢，这是叫什么？这叫第10例。当如果我说的，我证得的，我有真的这样子功德的话呢，我可以实现到这样子的，它这叫第10例的加持。아니 다 레레레레 세시 고고 연강 스테리 디세 먼저. 네 산이는 이제 참아 자수 레레니 시고. 因为今天的时间的缘故，我们已经慢慢拖很多时间，我们在慢慢，我们还有很多天。我们慢慢会把一个一个的例子跟大家一一的分享，举这个例子，这个很清楚的可以跟大家举出这个例子，和我们会清楚。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惑都可以。因为我为什么说用纸张的来讲的话，我可以帮大家长话短说。大家不是说大家不想让大家自己发言，是因为我可以帮大家做一些的总摄的这样子的目的。那个我来到台湾之前，就是我要拜见，就是我的上司。他给我的一个交代是什么呢？你讲课的时候一定要后面留了一个问的问题，弟子们问的问题，一定要留了一个时间，这样的话非常好。所以你们有什么问的问题的话，不用客气，直接问，是吧？好。刚说他们没录的学校，今年双业有了呗。好，那你们就回向，我们就一般中心的回向这样子。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
중앙 진보자에는 신지 중에 다지슈 개바시와 소미스 치딘지지 슈지지 치딘지지 슈지지 치딘지지 슈지지